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頻道翻頁人生，我係 Yvonne Lin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好有爭議性嘅書《權力的48條法則》。呢本書由美國作家羅伯特格林 Green Robert 寫嘅，佢用咗好多歷史人物嘅故事，總結咗48條權力運作嘅法則。你可以當佢係一本現代版嘅權謀聖經。有人話本書好實用，睇完之後識得點樣保護自己，提升自己嘅影響力。但亦有人話本書太冷血，教人點樣操控人心。其實權力本身冇好壞，最緊要係你點用啫。呢本書出咗之後，唔少商業大佬、明星都話有睇過，甚至有啲監獄同學校會禁咗佢，怕啲人學壞咗。不過無論你係職場新鮮人，定係想提升自己人際關係，睇下都冇壞㗎。今集要講嘅係第一條法則。唔好凌駕你老細之上，永遠要令老細覺得自己最叻。呢條法則聽落好似有啲虛偽，但其實喺職場、社會甚至屋企都好啱用。即刻同大家拆解下，咁究竟咩叫唔好凌駕你老細之上？其實就係話，無論你幾叻、幾有能力，都唔好喺你老細面前表現到自己好似比佢仲犀利。因為你一旦咁做，老細好容易會覺得你威脅緊佢地位，甚至覺得你有野心想取代佢，到時你就大鑊啦。咁呢個世界咧，唔係講你有幾多實力，而係點樣令到身邊啲人啊，尤其係有權力嗰啲人覺得舒服、覺得安全啊。其實好多人都會犯呢個錯，點解？一嚟做嘢叻，自然想表現自己，想俾人睇到自己有料到，尤其係啱啱入職或者升職嗰陣，個個都想快啲出頭。二來，有時你唔係特登搶風頭，只係做嘢有效率啲，諗法新穎啲，已經好容易俾人覺得你太搶眼。但係職場唔係公平競技場，唔係話你做得好就一定有回報，反而你越突出，越容易成為箭靶。講個書入邊最經典嘅例子俾大家聽，法國財政大臣富海 Nicolas Fouquet 同國王路易14。富海本身好醒目，理財叻到爆，仲幫國王搞掂晒好多難搞嘅財政問題。為咗討好國王，佢搞咗一場超級豪華嘅 party，請晒成班貴族同國王嚟佢新起嘅大宅，成個場面勁浮誇，仲請咗好多藝術家表演，食物又靚，酒又多。真係好似現代嘅明星婚禮咁誇張。點知路易14唔單止冇開心，仲覺得富海太高調，甚至懷疑佢想搶自己風頭。國王覺得你一個大臣搞到咁勁，會唔會想篡位啊？結果路易14唔單止冇獎勵富海，反而即刻下令拉咗佢去坐監，仲坐足一世，真係悲劇收場。其實唔止西方有咁嘅故事，中國歷史都一樣。好似三國時代，曹操身邊有個謀士叫楊修，佢聰明到不得了，成日都可以估到曹操心諗咩，仲會搶先一步去做。但係曹操就覺得你咁醒目，會唔會有一日反咬我一口？結果曹操都係揾個借口將楊修殺咗。呢個就經典故事楊修之死啦。所以做人冇太過搶眼，尤其係你上司面前。翻返嚟現代，其實職場都一樣。有時你做嘢好叻，老細表面話欣賞你，但背後可能已經開始提防你。例如你開會嘅時候搶晒風頭，咩都插嘴，咩都話自己識，老細面都唔知擺去邊。久而久之就會覺得你唔識尊重佢，甚至有機會被邊緣化。仲有啲情況係你做咗一個 project，明明你出最多力，但最後都要話多謝老細指導，甚至要主動將功勞歸翻俾佢，令佢覺得自己先係帶領者，咁你先有得升。其實每個老細都唔同，有啲老細自信心強，唔怕你叻過佢，但有啲就好敏感，少少都覺得你威脅緊佢。你要學識觀察你老細係咩性格，如果佢成日都要人讚，咁你就要多啲留 credit 俾佢。如果佢中意控制一切，你就唔好咩都自己決定，要多啲請示佢。如果佢好怕人挑戰權威，咁你就更加要識得收斂。咁我哋應該點做先啱呢？第一，你要識得收斂自己，唔好咩都搶住做，留翻啲 credit 俾老細。第二，遇到老細講錯嘢，唔好即刻糾正佢，識得留面先至係高手。第三，遇到成功，記得多謝老細指導，令佢覺得冇你都得。
但有你更好，咁你就安全。仲有一招係，當你有新 idea，唔好直接拎出嚟話，我覺得應該咁做。你可以話我參考咗老細你之前嘅建議，諗到一個方向，唔知你覺得得唔得？咁樣既表現到你有諗法，又唔會搶晒風頭，仲可以令老細覺得自己先係主導。總結返，唔好凌駕你老細之上，其實係一種生存智慧。你要識得保護自己，亦都要令老細覺得你係佢最好嘅幫手，而唔係對手。記住，職場唔係鬥快出頭，而係鬥長命。識得做人先可以行得遠。你有冇試過因為太搶眼而俾老細針對？定係有啲同事成日都識得留面，好受上司歡迎？歡迎留言同我分享你嘅經歷。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俾朋友。下次再同大家講下第二條法則，記住唔好錯過啦。拜拜。